年轻的小妈妈临盆前，周玉慧亲自登门关心产前状况。太厉害了！你接生了这个，再接生他儿子、他小孩。对啊，我们家2代都他接生的，都还一起。看不出来哎，说真的看不出来哎。孩子的父亲也是周玉慧接生的，常常接生守护一整个大家族。所以说我们家总共有11个小朋友，都是阿姨接生的。怎么都不到医院生产，选择找助产士呢？阿姨的设备虽然不是很新，可是重点她有心在照顾人家，不像医院，你生了就把你丢在旁边，叫护士看一下而已。她不是，她都从头到尾都是她自己来弄的。周玉慧和母亲都是知名的助产士，简单的居家产房，据说接生了半数以上的3峡人。中生也不是紧张，慢慢的来，对吗？就是这种产前的再一次的咨询，其实是比较家庭是比较温暖的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讲说不要紧张，生小孩，不是跟你走，听听来求后，慢慢来就好，对不对？靠32年的经验和关怀的态度，让准妈妈温暖安心，让产妇放松，她自己却无时不在备战状态。急产有时候来不及，有时候产妇来的时候真的快要出来了，那个纱布块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一定要准备很多。万一有出血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纱布块也可以用止血的作用。对，新手父母的产前教育，周玉慧也不轻忽，希望大家对居家生产多点了解，信赖专业付出的助产士。周玉慧说，也许他们真的就是末代的助产士了，因为少子化，恐怕这也是未来难以避免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靠着他的手，靠着他丰富的经验、爱与关怀，他还是希望营造一个温馨的环境，让准妈妈们迎接生命的时候不再害怕。唔是敬重，天天爱落手好；唔是敬重，天天爱落手好。